日係陳宇橋同你睇天氣。副熱帶高壓脊今日為中國東南部帶嚟普遍晴朗嘅天氣，本港大致天晴。朝早各區最低氣溫介乎24至28度，下晝天氣酷熱㗎，各區氣溫回升至30至35度，吹和緩偏南風。位於菲律賓以東嘅低壓區將會增強，並且進入南海北部。週末風勢頗大，有狂風驟雨同雷暴，海有湧浪。轉睇下截至下晝5點鐘，天文台錄得氣溫介乎27.5至33.4度。睇埋而家氣溫啦，係30度。相對濕度73%，酷熱天氣警告同雷暴警告現正生效。跟住到天氣家族嘅時間。Hey! Yeah! 預測大致天晴，但係有一兩陣嘅驟雨，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。聽朝最低氣溫係約28度，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。展望星期5大致天晴同酷熱㗎，星期6短暫時間有陽光。睇埋其他城市嘅天氣。廣州天晴，澳門明朗，深圳天晴，廈門天晴，台北天晴，上海多雲，杭州落雨，南京多雲。武漢天晴，天津、北京雷暴，瀋陽多雲，首爾落雨，大阪明朗，東京多雲，曼谷雷暴，吉隆坡、新加坡雷暴，雅加達天晴，胡志明市雷暴，馬尼拉雷暴。墨爾本驟雨，悉尼天晴，布里斯班明朗，奧克蘭驟雨，溫哥華明朗，三藩市天晴，洛杉磯多雲，紐約多倫多天晴，羅馬明朗，蘇黎世天晴，巴黎天晴，法蘭克福多雲，倫敦多雲，阿姆斯特丹驟雨。天氣講到呢度啦，拜拜。